讲改路名的新闻，内政部长刘世芳进前提出配合转型正义，要推动全台湾中正路改名的代志，和各地方县市首长呢，伫批评讲这是劳民伤财。刘世芳早起立法院接受访问时强调讲，推动改名是以在地居民共识优先，并且以地方由下向上来推动的。也不过对了讲，中正路以外，建国路甲介寿路，敢要做伙处理？刘世芳并无讲话。平江区的路名敢要改呀？内政部长刘世芳正提出配合转型正义，推动全台中正路改名，引起地方政府不满，嘛讲是劳民伤财。今仔日搁再到立院各访问一改，态度敢若就有放较软啊。路名或者是去除雕像，或者去除这个威权主义的象征上面，如果有困扰的话，那大概就是要中央政府、地方政府还有在地的居民能够有共识，我们再来推动。强调改路名，居民的共识要优先。政府的推动嘛要为地方开始做关键。不过，敢若是新北市22条中正路要改名，按算就要开6000万，高雄市嘛就要开1200万。不过，来自中央的补助，大概按例上济，煞敢若10万块。要花很多钱啊！新北市动辄几千万啊，其他的县市都如此啊，基本上呢。我们的政府没有事可以做吗？还需要多一点时间，让社会来汇聚共识，转型正义的未尽之路，在台湾还很漫长。就算已经有上百件的补助案例，不过除了中正路以外，经国路或者是介寿路，敢有需要做回处理？多此一举啊，因为还要去改一些身份证啊、文件之类的，比较麻烦，浪费时间。对认定的标准无正面回应，中央伫咧推动改名进程，反正佫需要时间来收集民意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